真欢喜，咱各会当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，请大家起立，咱来学到咱的上帝。诗篇100篇上有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称颂他的名。这是咱做伙出声吟诗。我
极高的音乐天分，他同时也是一个歌唱布道家，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福音工作者，但不表示他就不会碰到人生的风浪。当他的妻子移情别恋，带着他的孩子离开，而他又挽不回这段婚姻，最后两个人只能离婚收场。有人认为离了婚的牧师不配合做神的工作，他只能选择沉默。有一天，他的内心又极度的挣扎，他为自己的境遇感到极度的沮丧和绝望，于是哼曲感叹未来。在那一刻，他竟然感到上帝与他同在，步步同行。回到家之后，他就坐在钢琴上，开始弹起了我知谁掌管明天，心中就得到极大的释放。一起来唱这首歌。我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爱在度过，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在你那，我不为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，今天我必与主同行，他深知绝不忘记，许多事明天降临了，许多事难以预料，但我知主在我里面，他必要与我相随。每一个人都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，这样才能够好好的计划。可是明天的境遇到底会是怎样，谁又能够预计？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情况会是怎样，但是我们知道有天父掌管明天，他必相伴相随，领我们向前。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爱在度过，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
天色常蓝，但他应许与我们同行。因为这样的应许，使我们虽然身处困境，但仍然充满了盼望。黑夜之后，黎明的曙光即将展现。有上帝住在咱的心中，咱就有平安，咱就袂惊赢，因为上帝带路，上帝甲咱同行。咱做伙来唱这首《主永远亮我心》。无论是听的、讲的，都能领受满满的祝福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